啦，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期间，民众为着要抢买喙罨，发生袂少的乱象。为一开始排队抢买到实名制的喙罨，到一般的通路开放了后，民众嘛来抢买到阿巴庄的喙罨，也则是来抢买到上界拍、色水上界特殊的喙罨。扫落来，嘛有不少的厂商动这个歹念头，来进口到中国非医疗用的喙罨，掺染到市面上去贩卖。讲这个指挥中心，佮掌握到另外一间喙罨国家队来进口到大量中国籍喙罨，当咧对查。昨嘛佮来公布讲，查到83万片，唔是台湾制造的喙罨，是毋是有国家队来牵涉，嘛要来调查。看到人排队有淡薄无奈。8点半来就已经排到12个、13个了。对实名制喙罨开始，抢买喙罨的风潮一波搁一波。好，谢谢。开放喙罨会当卖了后，有人就想讲囤一撮来藏咧，这嘛互规业种的喙罨做无够卖，嘛有厂商推出有色彩的喙罨。今天4点多来，一开始基本上一下子就卖完。就是看准这个喙罨的商机，有无良心的生理人想要抢这条钱。老板有什么话想说吗？对啊，还是维持昨天说法吗？9月初3星期查到，嘉利科技对中国进口337万片工业用的喙罨，南雷实名制通路卖。9月初5，指挥中心又搁查到一间喙罨国家队的成员进口大量的非医疗用的喙罨，数量比去年搁加1倍。搁去调查是毋是有违法？9月初6，关务署搁查扣83万832片对中国进口的非医疗用的喙罨，顶管搁印 MIT。进行非医用的部分，当然里面有含口罩国家队。但是后来又搁讲无确定是毋是国家队的成员，可能是因为讲唔对造成误会。不管如何，喙罨是重要的防疫物资，政府应该负责任，喙罨的买卖拢要控制好。